電視沒有活現，但是邊忽見過他。彷彿老友一早結識，結得多過我阿媽。地下漸漸飄在雲上，入榜那又做馬？看佢說個輕鬆笑話掃滿飯。無論說廢話講政治吹水發瘟，無論拍教學打怪物令你興奮，造就網絡人吸引力經典誕生。無懼有沒有得分，太多競爭，亦獲到冠軍。哪怕或者低清直播，缺乏美貌跌得笑點，叔伯缺乏未夠英，兩眼未夠型，日升為震驚。哪怕人實高手掠過，各路勁敵隨時出現。其實你有你叻，佢有佢精，只需自成武功練成。舊約俾關露面，在我心中太過驚。今天個個 YouTube 拍片，冇片拍我會更驚。現實日夜生活平淡，在片裏趣怪扮嘢，與你作法施展秘技鬥騎呢，期望會創下700萬點擊。